歡迎嚟到 Freeline Mail Hong Kong 嘅 YouTube Channel，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啦。首先想同大家喺度講返一聲唔好意思先，因為過去一段時間我哋兩位店主都比較忙，所以呢冇咁有時間去更新我哋嘅影片，所以希望大家體諒啦。不過我哋亦都藉着呢個機會呢，首先祝大家聖誕同埋新年快樂。喺2026年呢，各位貓奴們繼續開心養貓，同埋呢貓咪呢所有都健健康康嘅。喺呢一個傳統嘅聖誕新年假期呢，相信都會有唔少貓奴想趁住呢一個假期去一個比較長啲嘅旅行嘅，但係貓咪又放心唔落喎，咁我哋可以點樣安置呢？今集我哋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 Freeline Mail Hong Kong 所提供嘅寵物保姆服務寄養篇，意思即係自主將佢哋嘅貓咪放到我哋嘅屋企寄養一段時間，而自主呢就可以安心去旅行去玩啦。今集我哋要分享嘅呢，就係呢一隻緬因貓，佢個名叫妹妹，佢嘅主人呢，就係透過一個寵物保姆平台呢去揾到我哋嘅。咁我哋喺早前嘅 video 啦，都有分享過幾個寵物保姆嘅平台俾大家參考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回顧呢，可以 click 翻去右上邊嗰條 link， 咁大家呢就可以重溫翻我哋對上嗰一集啦。我哋都可以喺度分享一下，而家市場上面提供嘅寵物保姆服務呢，有分邊幾種嘅。第一就係上門保姆服務，意思呢，即係嗰位寵物保姆呢，會去你嘅屋企照顧貓貓大概1個鐘頭，幫佢哋鏟屎、餵食、清潔、陪玩等等，然之後呢，嗰位寵物保姆呢就會離開噶啦。呢種方法呢，我哋自己就覺得適合一啲貓咪比較怕出街，或者比較怕要去其他地方過夜啊，或者生活。咁樣嘅好處呢，就係可以讓貓咪喺返自己熟悉嘅地方繼續生活，就唔需要呢去 travel 或者去其他陌生嘅地方過夜。但係呢，都有一啲唔好處嘅喎，就係每一次寵物保姆探訪嘅時間呢，可能都係1至2個鐘，未必可以俾到更多時間呢去陪伴或者陪玩。畢竟貓咪雖然話係比較孤傲，但係其實佢哋呢都好需要人嘅陪伴噶。第二呢，就係好似妹妹主人今次所選用嘅服務，寵物寄養服務，就讓佢嘅貓咪去到我哋個屋企寄養1至2個星期。咁呢啲呢，通常都係比較適合主人如果外出比較長嘅時間，譬如1至2個星期嘅話呢，對於貓咪嚟講呢，其實會係最容易去安排佢嘅生活啦，同埋方便有人照顧。第三啦，都有一啲主人呢會選擇用貓酒店嘅服務嘅，因為貓酒店有24小時錄影啦，或者係會有24小時有人駐守啦，就好似我哋人住酒店一樣啦。有咩事上嚟呢，都會有一個即時嘅通訊或者匯報啦。咁有啲主人就會覺得咁樣嘅安心啲。但係寵物酒店嘅環境呢，可能一般都比較狹窄，因為始終空間有限，而且同時間有好多隻貓咪都喺貓酒店裏邊，所以有啲主人呢就未必會想有咁多貓咪同一時間喺同一個空間出現，就會選擇寄養服務啦。跟住落嚟呢，我哋就會講下主人喺選擇咗寄養服務之後，主人有啲乜嘢需要準備同埋留意嘅地方。當主人同我哋確認咗寄養服務之後呢，我哋都會即刻同主人去聯絡同埋溝通嘅。有幾樣嘢呢，主人係需要提供一啲資訊呢，俾我哋了解佢哋嘅貓貓而家有一啲乜嘢嘅情況。第一就係貓咪嘅飲食習慣啦。貓咪食開邊一隻乾糧或者邊一隻濕糧呢？我哋都會鼓勵主人呢帶翻佢食開嘅乾糧同埋濕糧俾我哋，減少佢哋引起腸胃嘅不適。因為貓咪要去一個新嘅環境度居住一段時間呢，佢嘅情緒上面都已經會比較緊張或者不安。如果喺呢個時候佢一直食開嘅嘢都唔同呢，就會更加容易引起貓咪嘅不適啦。
第二就係接送時間，一般可以嘅話呢，我哋都會揸車去到主人嘅屋企樓下 pick up 貓咪。另外歸還貓咪嘅嗰一日呢，我哋都會盡量遷就時間呢，係車翻貓咪去主人嘅屋企樓下，咁就可以方便到主人。第三，我哋都會建議主人呢，喺貓袋裏邊呢，放入一啲貓咪熟悉嘅玩具或者衣物，讓佢哋呢減少不安感，同埋去到我哋屋企嘅時候呢，可以快啲舒緩嗰個不安感。第四，我哋都會提醒主人呢，據我哋嘅經驗所得呢，貓咪通常去到一個新嘅環境，都會需要1至3日去適應，所以呢，頭1至3日，貓咪都有可能唔會太有胃口食嘢，或者唔會太過主動去飲水，甚至乎去便便排泄呢，都會次數減少嘅。呢個時候主人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因為呢個都係貓咪去適應一個新環境嘅時候正常嘅反應嚟嘅。另外啦，如果主人比較擔心嘅話呢，都可以喺貓咪出發之前呢，幫貓咪先做滴虱嘅工作，咁樣就可以更加減低貓咪因為要外出或者要同其他貓咪接觸嘅關係而有機會引起嘅皮膚問題，咁樣貓咪就更加安全啦。接住落嚟呢，我哋就會講下我哋會提供嘅服務。當然我哋會為貓咪準備好食嘢嘅地方、飲水嘅地方，同埋佢專有嘅貓砂盤嘅。不過又係經驗所得呢，最終呢，所有嘅貓咪呢都會用埋同一個貓砂盤。每一次我哋準備咗另外嘅貓砂盤呢，最後都係無人問津嘅。另外呢，我哋每日都會同主人聯絡，講翻貓咪嘅情況，影相拍片俾翻主人去睇佢貓咪喺我哋屋企嘅適應情況或者生活嘅情況，讓主人呢係覺得更加安心。但係坊間有一啲寵物保姆呢，可能佢哋只會承諾每日影1張相或者拍1個 video 俾翻主人，但係我哋呢就冇一個咁嘅限制嘅。當我哋每見到貓咪得意嘅情況啊，或者係一啲佢值得記錄嘅時間呢，我哋都會影相拍片 send 翻俾主人，數量呢係唔限嘅，而且亦都係我哋一個好願意做嘅事情，去記錄低寄養貓咪得意嘅時間，而主人都可以透過相片或者影片呢，去觀察翻佢嘅貓咪有冇一啲唔同嘅情況啦，或者異常嘅情況。如果我哋發現得到或者主人觀察得到嘅時候呢，我哋係會毫不猶豫立即送貓咪去寵物醫院或者診所去俾獸醫檢查，甚至乎係醫治嘅。呢一方面我哋係非常之着重，所以可能喺一啲緊急嘅情況下，我哋未必通知得切主人嘅時間呢，我哋都會首先將貓咪送去寵物診所或者醫院俾獸醫檢查或者進行治療先嘅。另外唔少得嘅當然就係陪玩啦，我哋會有各種嘅玩具去陪寄養嘅貓咪去玩，減低佢嘅不安感之餘呢，亦都係讓佢有活動嘅時間。而且我哋兩位店長拉尼同馬菲呢，都會同埋寄養貓咪一齊玩嘅，咁所以有貓與貓之間嘅互動呢，我哋相信呢對寄養貓咪呢係有一個好處嘅。另外喺我哋屋企寄養嘅貓咪呢，都係非常之有口福嘅。除咗佢本身食開嘅乾糧或者濕糧之外呢，如果主人冇特別意見呢，我哋都會餵佢食我哋嘅王牌產品 Nico 或者係 Premi 嘅濕糧，讓佢嘗試多一啲唔同嘅食物，讓貓咪更加愛上食飯嘅時間。另外，我哋上次嘅 video 都有提到，我哋屋企係用緊一個比較高效能嘅濾水器，可以有效清除氯氣同埋其他嘅污染物，讓貓咪呢能夠飲用更乾淨嘅食水，對佢哋身體嘅健康呢有更加好嘅保護。如果大家想重溫嗰段影片呢，可以睇翻右上角呢一條 link，咁你哋就可以睇到高效能嘅濾水器
對貓咪嘅健康有乜嘢影響啦。另外有需要嘅話呢，我哋都會提供埋一啲木天療或者貓草，讓寄養嘅貓貓更加能夠放鬆佢嘅緊張情緒，讓佢哋可以盡快適應到呢度嘅環境。最後，適逢今次係聖誕節，我哋都為寄養嘅貓咪準備咗一個聖誕大餐，並且呢準備咗一份聖誕禮物，裏邊呢都係有我哋嘅產品 Nico 同埋 Premier， 希望佢哋喺呢個假期都可以過得開心，而且食得開心。希望我哋今集嘅內容可以幫到即將要去旅行或者公幹嘅貓奴們啦。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寵物寄養服務，可以喺下邊留言，或者向我哋嘅 IG send message 俾我哋。多謝你哋睇到最後啊！如果你中意我哋嘅 video， 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我哋下集再見，拜拜。